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午間新聞。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舉行首場聽證會，委員會一方開場陳詞話，懷疑火源嚟自宏昌閣嘅工人煙頭。當日幾乎所有消防設施都因為人為因素而失效。由烏卓賢報導。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、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同委員陳建波、歐陽伯權去到中環展城館主持第一場聽證會，各方代表大律師亦都到場，包括代表委員會嘅杜鑑坤同李樹媛，代表政府嘅孫正乾，同代表居民嘅譚俊傑。宏福苑現任法團主席徐滿金列席聽證會。聽證會先由杜鑑坤作出開場陳詞，佢話可以明確指出，當日幾乎所有保障生命嘅消防措施都因為人為因素失效，包括有7座大廈嘅火警警報系統俾人閂咗，大廈樓梯同走廊窗戶俾人拆咗，承建商閂咗消防喉轆幾個月，棚網經歷2次10號風球之後由阻燃換成非阻燃，單位窗戶被發泡膠遮住，火勢蔓延入去。佢亦都指出有人喺工地吸煙，懷疑火源嚟自宏昌閣嘅天井平台，就算有居民投訴都未獲證實。聽證會上面播放一段影片，片入面有工人嘅聲音大叫，質問邊個食煙，燒着咗附近嘅嘢。另一把聲回覆話唔好咁大聲。之後有工人大叫話好大煙，有人回應話冇食煙。杜鑑坤話收集到超過100萬份檔案，材料相當充分，足以查明事實，包括承建商之間嘅通訊記錄，直接承認咗當日喺現場用嘅係非防火棚網。居民就大維修向承建商、政府部門嘅投訴同得到嘅回應，幾百個居民、保安同消防員嘅證供，同火災當日嘅閉路電視片段等等。Now TV 記者烏卓賢報導。我哋記者謝欣彤喺聽證會嘅場外，蘇怡聽證會個進度係點樣啊？Channel 而家獨立委員會委任嘅大律師杜鑑坤仍然係讀緊開場陳詞，咁預計呢2日都繼續會係佢嘅口頭陳詞嚟㗎。咁而家見到中環展城館嘅入口就係分咗3條隊啊，咁就分別係公眾啦、相關團體代表同埋傳媒。咁聽證會今朝9點鐘就開始登記，咁有大約幾十個嘅宏福苑居民陸續入去。咁我哋同啲居民傾過啦，佢哋主要都係想揾到火災嘅真相。點解火警鐘冇響啦？希望可以揾到要負責嘅持份者。咁聽證會提供360個公眾名額，大約一半會優先分配俾宏福苑居民。聽證會一陣嘅大約1點鐘就會放飯，再喺下晝2點15分繼續。咁我哋會喺現場繼續跟進住最新嘅情況，將時間交翻俾你啊 ，Channel。好啊，唔該晒你。開學年有15間小學獲派0班，創近年新高。又加上喺本台節目時事全方位建議教育局容許津貼小學收內地生，以開生源救校。不過學界認為要小心處理。由羅詠詩報導。